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议员侯汉廷，互周刊来指控，讲伊进前亚康的经济部的前部长郭志辉快乐宴的相片，是开4万块，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的狗仔集团购买。 敢有影安尼咧？侯汉廷背回讲，伊甲谢幸运、甲黄国昌拢无咧联络。那安尼相片为倒位来咧？侯汉廷讲无可奉告。啊，那黄国昌是来表示讲，吹箫者协会甲伊个人若是来压了，拢无咧收钱的。 第八是，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直接打电话给前主席郭文铁。什么？我跟接你啊？你听到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很生气？ 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反正他们也没什么事干，没有啦，我觉得最奇怪，为什么不认真做事就好了？他每天在搞这个，实在是无聊了。那伫面册顶换文生笑，佮由郭文提出来作证，要洗清家己建总头翕的记录，是讲敢若安怎洗，拢洗袂清气。跟这所谓的谢姓记者完全不认识，也从来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联系方式，根本不知道这个人。而跟黄国昌主席更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私下的联系方式。访问到甲谢幸运和黄国昌的关系，都是因为这相片。 侯汉廷也了郭志辉伫8月初1，川普宣布对顶关税迄天下晡伫饭店请朋友食饭，结果过无几天，经济部监视器证实，迄天郭志辉伫经济部办公。就看也了，侯汉廷当时看到这组相片的时阵，伊朋友就甲讲，希望你这届无开真侪钱，也毋过我约应该要2、3班。侯汉廷讲，愈来愈贵，4班开钱阁红咩？ 朋友甲讲，伊旧年才卖2、3万尔。侯汉廷就讲，可能买人伤济，计小全求权。是讲针对这条钱，侯汉廷也强调是提起查核甲鉴定，也毋过这内底伊到底是咧讲啥？这其他部分都无可奉报、无可奉告，可以再去询问其他当事人。多元的资料来源当中，也有包含是购买来的消息来源吗？无可奉告。台湾公益揭弊。 吹哨者保护协会，包括我个人在内，给媒体的资料从来没有收受任何1块钱。一个不方便讲，一个敢若讲，吹哨者协会甲个人拢袂做这个代志，也毋过甲黄国昌有关系，跟总头翕的记者，私底下到底敢有共收钱，拢需要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